伦敦路地铁站3岸出口候机广场，铁隔壁就是我今朝的目的地——富强黄金。哎，听说你都要搭加工，收取税入，还是9块9一克啊？是的呀，根本来打我照片照，20克左右的。先量下尺寸，你看你这个手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不是干活的人。我脑力劳动，看着就是。哎，这是我那他母鸡搞的两个母鸡。一般金子店大概是候机广场里向最大个站是？不是最大，也是前3。而且我们在全国还有33家连锁店呢。哎，你们这个不是机器抛光的？我们纯手工制作。哎呦，那只砖块太蛮大个哈！多了你们的福。姐，你的手准好了，这个是不是老刘送给您的？放屁！我当个算本账，退休工资3700，棺材弄地，沙坪落通，人情往来，阿三弄地，阿爷从房子弄地生出来，一个号头4做4万吃脱1000吃，我还省2000块，一年2万4。存银行吧，基本上没利息，炒股票吧，血本富贵，但逢遇几参股吧，你都当我干花子，所以想来想去，还是毛金子。他那子还算对，也用动地么毛脱。哎，你都要当哪回事个？大盘价减10块，现在利息低，股票低，房价低，房产是不还要按单金子涨上去噻？来，你讲对哈？你讲呢？你还我讲你讲，你是来到哇？小红书